有人讲世间讲就是食薰甲分芳。根据着国健署的统计，这2年通报可能是受到电子薰的损害，造成因肺部有伤害个案就6例，其中上届细汉的敢若16岁尔尔。行政院于今年1月通过《薰害防治法》修正草案，全面禁止电子薰，也甲台湾禁止食薰的年岁对18岁以下移管到20岁以下。国健署是希望立法院支持修法，赶紧互通过。电子薰因为无臭味，无亲像纸薰，薰遐尔高，而且会当经无共口味，声袂少少年囡仔来食。根据国健署的统计，大专校院学生囡仔使用电子薰的比率，对107年的2.5%，到109年已经升起来到5.4%，增加1倍较加。医生烦恼少年囡仔的脑部发育、情绪控管甲注意力受损害。传统薰的迄个尼古丁，即马电子薰内底嘛有人加伫内底，佫有一点迄个致癌物质，有可能影响到人的呼吸系统啦，有当时上课袂专心啦。医生指出，电子薰有丙二醇、甘油、尼古丁甲其他化学品，认为业者常常宣称电子薰简单是在使食品的添加物甲香料，不如个薰油的成分来源不明，也欠毒理测试，建议要是莫食。也那国健署是希望立法院开议的时，赶紧通过《薰害防治法》的修正草案。修法的重点就是讲，咱的电子烟全面拢禁止，伫食薰的年龄于18岁提高到20岁，伫这个所有的校考内底，拢专门拢禁烟，包括咱这个幼稚园也是托育中心。其实，在110年8月31号，我们教育部已经将新兴烟品的防治列入各级学校烟害防治实施计划里面来加以推动国健署表示，《薰害防治法》实施10多年来，唔捌修正过，违法卖电子薰的设备也简单罚1000到3000，认为执法有难度，希望赶紧修法，保障少年辈的健康。记者阿明金郑派文台北报道。